欢迎收看《后上开上股》，有花开家股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股，又到了你老后上人大追股嘅时节哈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人权替宪保，人难就替上草。到底难事係好也係壞咧？啲兩個時代啊，大家無限切實。用兩個時節，就想去衰到碰釘，也係面衝的，說爆就衰，衰爆繼續衰。不過咧，今日已經你有請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聽下來分享佢條難事嘅故事了，眾行來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嘅係子怡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布頭東陽嘅時節男士衝牙齒，鼓手曲我們是小亞嘅子怡。鼓手兩下是紅抽，係啊，這樣兩個演員，因禍得福嘛。冇錯。第一個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糖豆家務事就變到東南市嘅李家哥哥。哎呀，男士姊妹花，好，等下來大家小嘅下男士填後用版變做男士填後。冇問題。第三個老大小嘅係飛機。大家好，我是浪天走勢為貼片難嘅飛機呢。哦，其實甜係人，佢係用為冬眠。哦，阿小朋友。第四個老大小嘅白劍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東校學東西，我就講到認同是東南世界白劇啊。講一下嘢讀書哈，講一下等咩嘢讀書。我越學柔了啊哈。第五個老大小嘅關權。大家好，我係水電興愛松，水電是東西，水電作富嘅關權。啊哦，呢個男士直播，然後有得變。最尾老大小嘅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韓時見八仔看電視就會動毛帥嘅小鳳。誒，兩名男士真係老誒。係。等下嚟看係咪？唔真嘅係男士，也係人係因為老誒，將要嚟到真頭。你用雜就唔好噶，都係唔識人㗎。你就坐在拖嘅時候嚟看啊！唔過你下面問題假設係嗬，從細開始，唔似係一個男士嘅人嘛。從細做副開始，也係講到副開始嘅，係做嘅乜嘅事情，係睇人係唔做乜嘅事情就，我當男士，我冇想去做咧，嘅阿子怡。有我從細到大最難事嘅就係食飯，因為你食飯咩難事？冇唔跳難事。佢跳戲咧。對他唔好食飯。冇，因為食飯真嘅，那係兩隻東西，唔係愛上嘅事，跟愛就但係好愛冇嘅事就難事事，那係我愛上嘅事跟愛爭為事。嚇？見冇牙齒啦，嗬。你係健色係冇？係咩算係啦？嗰種唔會偷埋嘅東西，其實係男士咬。愛是咬，因為有的吃東西愛冇咬斷，愛就會惡到，就會槓到。就會槓到。冇牙齒。愛兩下有的時間是搶出來咩槓到。誒，你真係正經嘅老人家。你老趙鳳雄用嘅，你都是錯嘅。我身無愛言係嘛？愛青好吃從年菜就會煮到綿綿。唔錯，過年嘅時間最歡喜。一開始鬧到佢係健色，結果唔係佢係真嘅男士，男士硬咬。嗰種你看下嘅牙齒嘛。牙齒係咪牙齒唔好？冇要緊啊，兩下煮東西都煮到綿綿就好。係讓牙齒加嘅。好啦，幫他一打。好啦，跟你講，你知道這時間嘛該是做嘛該些時間是到東南。我就係家務事，唔講我有嘢啲分類前3名就係我郎丈夫啊、韓國啊、這裡做嘅啊，還有就係嘢菜條拿模，也係前3名係最難事做嘅事。而係愛李大人聽順係嘛？冇啦，唔講係天嘅老太家少嘅下天嘅，你就係菜條拿模嘛，嗬，菜條拿模嘅時唔係都係用嘅毛巾包起來搓嘛。係啊。嗰種係就想講包起來就好呀，吃年早就好呀，大家講錯唔錯？唔錯。一齊睇件事情。你同佢不偏題。條拿會拖。冇藝術動真慫啊，係冇。身體按天，身體按用。身體動用。叫佢出嘅東西全部就以為實實，係你都不吹。冇啦，係要猜唔猜下嘅天天啊！你下面下嘅條拿冇要上菇冇？哪下？要上菇冇？係真係要。冇，係天氣件事情就係整理蘇州。這裡蘇州啦，嗬，這裡蘇州就係，誒，知道一做嘅啊，就係變東西。愛亂亂嘅，係亂亂嘅，嗌青菜拿乜嘅，一下就有嘅，一下就有呀，做理由嘅冇，做乜嘅整理？你係男士人嘅家口，係係亂中有序，係亂中有序，抄，嗌就係亂中有序，哎呦，家口。冇唔錯，係冇聽
动冇提动，哎用爱饲唔到。我唔错，嘿，就会爱鸟，你懂了嘅爱哦。咱是个眼是块青豆豆嘅丽珠，你愿意？唔讲爱真嘅乱中有序啦吼，唔好第三件事情啦，第三件事情就係晾衫，晾衣服嘛，晾衫嘛，係晾衫嘛吼，晾衫因為係知道嘅以為濕濕嘅感覺。係就冇中意暗面嘅感覺，故所我們吃眼早就好誒，係嘛？係就不用到嗰邊可能就會出咧。阿妹位人白眼啲，就咁乜去晾衫褲啦係。媽寶啦。故所有年天數幾周啦？有年天數捱周啦係。我知道阿妹咪負責任呢。因為佢養成你這種男性。冇啦，我媽媽係喺個我愛上網打表，我係好啦，拍攝啦。我真怪真。我知道假使有男士嘛比賽嘅後冠，聽說係你家第一名，大頭名，回去呢，誰是這做咩事情會不用知道，難冇容易做。比如講唔上紅窗，難是紅窗。哦，係啊，尤其係浪天。係真緊。就唔想想誒，係啊，唔是紅起來啊，冇聽痛啊，難是紅窗。我係按用看男士啊，你冇空氣了就乜嘅事情都冇做。馬上講，你好難是。啊，假使你想去片數咧，直接尿出來哦。係啊，我是怨人啊，係啊，難是紅窗，韓國講我哎呦嘛個啦。用兩隻跳台的咧。佢身體好好啦，膀胱好抬。韓國是難是氣候高啊。哦。同樣啊，上學都會動走嘛，尤其係浪天。做學生那個時節啦。係，韓國是係難是寫重要。用辦公。我咪唔寫，我會寫。寫凍結。係寫凍結。我寫用音。啊？即係乜㗎？大家有看出來嗎？菜哦。難是寫，本身是係菜上到用音嘛，彩虹嘅菜嘛。韓國是難是係幾個三撇都啲係鏡片，還係照片，所以是青菜寫。可是寫了啊，我是記得。禮拜個中央嘅爸爸其實臨時抽查，結果一看到你媽個事根本是冇兩張事啊。這個三用班下吧，青菜下。所以難是係記啊，就懶得記他到底怎麼寫啊。哦。可是你那個筆畫沒有省到啊，冇省到啊，還係有用啊。可是我難是偷腦啦。哦。這家長係借口啦，根本就係基本上用班下。你冇自己講嘅啥咧？你還要用班下。我對你成英家來講，我係台英好難是係冇。台英當然好難是，因為我是都台最難是係台英都會死拽。尤其係愛講市場裝白起，你買嘅事情都很拍沙走。最正在是嗬，尤其係南明。最難是，最難是咧嚇。既然講到白起，我愛分享一個愛動男士嘅事情啊。哦，有我動男士。冇，你看，佢係動男去做功課啊，佢係動男去做複合嘅事情啊，愛動男士嘅事情係寫信。難會懂出誒。關佢，我記他。這個寫他嘛？做唔得。哦，這種咧，光天漢才講前面有難是四條男嘅，不能講下。佢係要嚴謹嘅，佢係要嚴謹嘅，因為寫詩之後，假使我功課寫唔好，又係先至唔下好嘅書之，我媽媽會嗌，我冇講我，即係。愛吼，所以愛愛你，用較好體力嘅奉獻啊吼，大把應該寫信嘅時節是會痛啊，所以咧我是冇買。沒那麼喜歡洗澡啦，後來慢慢變成這種習慣咧，你一下咧上到寫信時分，就會驚會痛啊，係啊，跟你當年都同一班，有陰影咧，有陰影，真嘅咧，你係一種陰陽嘅順差。我哋嗌媽媽唔好團你啊節目啦。我來注明一下，有家暴的時候請打113。做乜嘅咧？時常都愛愛，唱愛你嘅，唱愛你嘅嗬，唔係嘅。小鳳，這世界最鬧做馬嘅事情，我本吃得。最鬧喺睇緊應該咩鬧吧？食飯啊，唔會啊，米天奶啊，唔會啊，剛才講嘅做唔得乖藝咧，我幾項時爭過笑天天咧。不過我副卡嘅意思是講，當日就來洗身啊、食飯啊、睡夢啦。我咪就講，我哋留低離曬強樣咧。哦，我聽說做家務事啊，係啊，如果人家帶離曬係要出錢，乜解就冇。佢工作係捱我去洗碗，
吃饱饭还没有看电视，啊看电视就要动我摔啊，啊你清上摔的时间应该又还有去洗无啊，你先去洗碗，再去看电视啊。就唔会。啊你就唔想看电视嘿，嘿啊，后看那就来不及耶，嘿冇8点档最重要的时就间。吃饭是他夹掉的啊。啊，吃饭你就干讲啊，你就吃饭就很力大嘞。你吃饭比还较慢的嘢，还古上来做7分运动难。个每天来几样事又冇嘛解，冇了下个好生拖咧。系啊，冇後腎拖啊，生意咧，生意咧，用嘅幾百克嘅，我先係用素，念唔着。當菜嗰樣用像阿信咁樣。真件動菜講同工，牙尾要工作唔得，唔咗代理沙，因為牙我每天嚟，安尼唔算難事啊。加 Q 也太簡單。你要加 Q 咯，錄音都加 Q。看年紀，幾項人同些，錯嘛？我看錄音加。唔係啦，就係講，誒，自己人每行加幾樣事啊，按難事，嘅睇你有發現冇？其實因為我其他事情都唔會請難事，像記得都比我很難。我單槍示範呢件事情非常難事啊！唔過我媽媽就因為呢件事情頭痛，因為我當日去學校呢個是變動嘛，我是變動就是到呢個同學水動住，水到動住空起來哦，我係望屍體，嗰片動翻很輕度係望屍體，佢經常講啊，你個新人安用介啥，示範都是按嘛，嗰時候我媽媽就準備帶梅不愛吃，當日都是梅，我就是請假咧，就該給咧。你是做啲用拎㗎啊？嗬，你上晚係用拎嘅嘛？我去打針，朱砂好誒，朱砂嘅。去朱砂，他們就朱到營養砂就好係啊，吊點滴按用。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駕駛豆腐卡東難時嘅時節，試睇人看到我有乜嘅反應，韓國人都讀書家下有乜嘅難時嘅鋪數，做對老太家向下來分享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討論喲。打電話拜託人家買飲料進來，嗰時候嘅飲料實體以後呢，一開始就先冰嘛，嚇，天天發現到作檔難呢，佢抽燈有得冰，啊，你係冰喺度，一開始數一天我升到最遠咯，居家隔離，緊權哦，然後天天就開始自主隔離啦，天天就開始拜，就開始拜，啊，最後你就發現到沒好，你好像擺一個魔法陣咁樣，天檔哦飲料哦全部堆到冷冷冷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嚇，今日到大家喺細時節做嘅那條事情嘅時節，會知道東南是冇想去做，還有講到唔駕駛做嘅兩條難事嘅事情嘅試探，然後有乜嘅反應，包括談講嘅愛畢業時節，不抗嘅其中難事都做唔得。佢喊人會嗌退休咧，因為10歲就開始退休。係啊，嗌大學畢業嘅時節，因為嗌為到堅持嘅主持嘅夢想，嗌總得去上班啊，所以應該是其實我爸爸當年就看報紙嘅時節就講，叫做平因為去面試嗎？公務員招考了因為是試看嗎？還是講唔係，我媽媽就想講啊，20歲是退休嚟係嗎？我講冇，我係要盤算嘅，因為我大學4年嘅時間，我當三萬做鐵路，當三萬存錢，存錢，所以我存嘅我本我設價2年嘅時間講嗬。假使我真正2年嘅時間冇成功，我冇乜嘅成就，我是乖去上班。後來咧透過2年哦，我做讓我過去挑戰吼主持嘅經歷，做完整嘅履歷，還有做咧自己的粉絲專業，到專業中英主持人張伯謙，還有咧我設計咧自家體育獎非常獎嘅名片，今年就帶來一本大家看，精英弄啥呢？還有係咧，因為兩條嘅關係吼，後來我慢慢接到咧，當到外國嘅機會啊，主持嘅機會啊，什麼評論講就美國啦、英國、韓國啦、泰國啦，吼，還有當到啊，接到客家電視台後上台上講嘅機會啦，還有我自家自主嘅機會，全係因為兩名片。很得，今日我送本主持人來，主持人，張 take 200，後還有時哦，好，馬上係你下來。
都在马上让俺讲一下，俺让佢发一下，马上还没好了让它。全部健退，全来剪。两片6年时候好啦，咱今天去到8天前天动3万吼，那个后生应该代表。目标。其實咧，正經係算係難事嘛，啱遲到係嘅會來準備，係啦，只係跌啦，即係賺錢啦，就會來跌啦，炫耀，大多福卡啦，哦，大多福卡，所以不想當啃老族，因為自家係3萬嘛。不過你下陣問題之間講吼，家問到係誰時節，到人家讀書嘅時節，你要乜嘅係難事嘅樸素、難事嘅方法，就喺教台之間來講一下，好冇？至於。像以前做嘅學校嘅時，做學生嘅時間，我算清食材嘅人，因為人家講到糖豆嘛該食食材。學長啊有食材冇？那基本嘅主題係難不對，就講你都搭曬落，就講唔愛難食，唔愛難食來都嘛。我會食材冇？我食材冇？韓州的啦。學妹我食材冇？學姐有。人家怎麼的？你要用學姐的淫威去霸凌學妹，冇怎麼的？我本有老幾講食材，係因為你那係像我學科當中算食材，因為學科就較簡單出嘅，你給我講嘛。嘅術科當中嘅，你那係有難食法就非常容易俾人發現，佢說做唔得難食。唔講嘅，你有一隻非常難食嘅事，係我自己愛用做，我唔知學長還有學妹有愛用做冇，因為你嘅同學都會愛用去，就係你水母嘅時間，你唔係做水衫，你係做干嘢，你會練功嘅衫。因為呢，你田工你就係干嘢，你時鐘嘅時間，那係有限制嘅。嗰時候那係人強慢出去，你嘅學生就會俾佢趕到地背度哦，係會記警告。嗰時候呢，因為剩10分鐘嘅時間，嗰時候你全部就會用好。嗰時候你水母嘅時都做嘅水衫，還有你做鞋，全部做嘅練功鞋，但你就做練功鞋。因為就唔是就唔是溫鞋，也係逼不得已，真的。逼不得已。講不講係冇。係有年頭嘅牙粗嘅牙膏，帶到教室底部，按你啲宿舍就不用排隊，係一放下去就都在這家一教室。哦，真嘅，韓國學長。俾愛難食嘅，唔係愛去教愛難食嘅。難食都係俾上人做嘅，愛去教冇難食。愛本人俾嘅，係。講到韓菜國香樣，韓脆果。我唔錯。學妹咧，可唔可以到學校嘅時節那一片親難食？剛剛講到樸素嘛，吼，愛抽有樸素就係聽說我有好朋友，因為條派帶學生。唔確定係好朋友，也係伊。講起人，也係外向嘅。朋友。我係假同外向。無啦，我其實像有條班嗌到啲學生嘅成法嘛，吼，學生成法就會留好朋友向下來帶啊。嗰時候嗌家長嘅，朋友，咱嗌脫水一下好冇啊？朋友，咱嗌買酒一下好冇啊？朋友，要咪收一下好冇啊？朋友，拜託一下好冇啊？佢哋就會留嗌做咯。嗰時候嗌就知道，佢哋嗌難食吼，都會。佢哋搞捱嘅啦，好對，我動感加強健。我咪動感差嗌要按到嘅好朋友，大家分享嚟做捱嘅好朋友都好心有好報。你係小姐係冇？我就會小姐妹啦。係小姐。而家要講句話，大家有聽到冇？乜㗎？因為嗌你哋好朋友搞捱難食呢，你講幾個竟然講緊難食，都係你哋好朋友搞出來嘅呢。真係聽到好朋友，感謝好朋友啦嗬。真係小姐做跳橋嘅，嗰個難食就怪騙人啊，係唔係？係冇唔錯。佢附近咧讀書嘅時節有談過，一係看過乜嘅東難西嘅樸素。我知道我拄到嘅有多少種例子，我係個好朋友係，所以嗰種難是下重業嘅人，係基本上幾好念片嘅，即係剪線程嘅。啊，用嘅同學尤其係寫數學作業，因為數學作業特別都係有個運算過程嘛，所以其實唔可以算啊，其實加配沙嘅去抄，係呢一種係咪當定然啊？係啊，因為佢都念片嘅。還有一種是係嗰種讀學校啊，即係嗰種公務很多，常常請公假嘛嘅嗰種同學，佢出去請公假嘅時間，佢佢到教室底部度嘅誰嘅偷路，比如講打掃還是乜嘅，是全部嗌你倆都人來攞佢做。可是因為做唔到講嘛，嘅佢係停手啊，所以我是好朋友哈。你真是分享做大好朋友。佢挑白係啱同學係冇？就係唔係啦，唔係啦。
按菜个吼，不过刚好该回去有讲到，有啲人好硬片，重音唔写，我那平日来炒，我看到俺后背有声音就。那关群呐，转宠呢？啊，连关群也转宠就是炒平嘅重音。我講緊大家應該有發生過啦。冇講冇。先講一下，先講一下。即係學生嘅時節啦，就係有可能功課就冇上去寫啦，就點解早自習，有解前輩寫功課嘅同學啊，就攞佢拿過嚟抄，抄好。係啊，大家應該。係冇啊，要做過啦，要做過。係啊，騙你咩冇寫啦，古時候呢，我就會加本記，我抄好嘅加本記，就應該傳直銷，係啊，老鼠會，係啊，一傳十，十傳百啊，一舉兩得，你看。好啦。按好，很厲害，很厲害。做後事啊，做後事。其實即係炒重要準做係傳直銷係乜嘅意思？跟邊咧？乜意思？傳直銷咧？誒，白強，唐講有一個好方法啦。嘿嘿嘿，你嘅方法冇按好啦，走不遠。好，你嘅好冇然啊，好冇然啊，武器不夠大。我老睇到教一種方法咯，係攞讀書就關係咯，做啲用最少嘅力氣做最多嘅事情，成立讀書會。哦，該其實係東南西嘅方法之一咯。不過成立讀書會用辦法成立咧，因為日頭就是辦上現在還會做啲嘅好朋友像Ellie 差唔多我跳過馬莎貓，大家強下來這樣子呢因為尤其係高級嘅時節啦，高一的時候啊，因為讀過文經、文數學、生物、體科、歷史、體理、公民、安都科目，因為冇時間啊，所以然後你分一到兩科，你分一到兩科，你就是分自己最擅長的科目，因為你轉去嗰下自己讀完之後咧，讓你嘅筆記拿出來，然後讀書會嘅時節咧，大家分享一下，看住埋嘅重點，考試會考埋嘅東西，咁樣咧行擺咧暫定下一次下禮拜嘅讀書嘅計劃，咁樣咧你就想動到時間拿去做題目，這樣子讀書會上時間好你咪動態。懂好啊，都要成你條腦懂要考你嘅。先講一陣，嘅入會費應該要聽幾多錢？唔識考試是好咧。坐低。小鳳，你做學生嘅時節，唐講你有隻同學懂定人講。哦，我同學嗰陣是冇法講哦，我是一勤派記哦，佢厲害啲嘛，太好家下好到後面有宿舍，嗰陣時佢用佢隻天咯，嗰天咯做。但拜東主家下竟然就對大天咯，佢唔可以自家出門哦，佢一定會打電話拜託人家買偏東，叫買偏東佢就啲天咯做前面是偏東，之後以後佢裡面冇離開哦，還繼續坐在哦，跟屁股沒有離開過的哦，跟古時候跟偏東就會放那個，跟做個壁嘅貼着牆壁呢，天天的排上去，好，佢最後個偏東就一列101，沒排到一整群，對吧？啊，嗰個飲料咪係全部打電話拜託人家買飲料進來，古時候個飲料實體以後呢，一開始就先標嘛，天天發現到做檔難呢，佢就開始要去抽燈，就有得標。你還標得到，一開始樹一定要升到最遠哦，因為居家隔離，緊排緊群哦，然後天天就開始自主隔離啦，然後天天就開始拜。就開始拜，最後你就發現到沒好，佢好像擺一個魔法陣咁樣，然後這個保起來，還可以還會做那個環保 DIY，按有收集起來。嚴重咪空來上片手，我空來上片手，結果哇一個取景，他捨不得破壞哦，佢腳好，結果上片，結果上片手佢腳好一次㗎，跳過嘅啊，全部都跳過嘅，哎呀。冇啦，至少係飲料瓶啦，冇厲害嘅飲料瓶，最後攞出嚟夾起來，唔過佢同厲害係偏檔飲料。我全部堆到冷啊！喺度做咩？冇寫哦，也就厲害，因為給我把握時間，做有嘅時間就當重要。故所咧，唔過嘅條男冇法用，條男冇法錯，我用解曬咧，其實都懂好嘅辦法。你話嘅辦法，等下你再來繼續嚟講。唔過咧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假使唔出沙比，韓國學教嘅時節，到底有乜嘅難事嘅方法？韓國第二個難事，到底係天數唔係開動唔咧？等下再嚟繼續嚟討論咗。調擺細嘅時間唔好嘅才調男模嘛好。所以哈，就是要調男模冇髮冇空間嘅按用啊。韓國有場所嘅時候，好像我頭髮有點
想唔出来，見來見去唔掂喎，一係教嘅，冇一係整嘅啊，掉落嚟，冇一係大嘅啦。這是咩用用啊？咩水電啊？水電，還有擦乾那個乾洗澡，乾洗澡，清風邊，乾洗澡啊，綠油精哎呀，綠油精愛送本 K 你看那就上映來，這樣拿綠油精。好，觀眾朋友，歡迎多咗嚟喺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嚇，加嘅小鳳嘅魔法陣同學嘅故事講到一半嘛，聽講係那電影會電影講愛出來啊，因為大天哦，因為安尼都沒有離開，一定冇機會去洗身嘛。哎呀，故說叫我出油，啊頭腦冇出油，我用幹啥？佢想到一個好辦法，佢要把窗簾撥開哈。窗簾，唔能係買髮箍樽啊！我講髮箍，唔洗頭用髮箍做乜解咯？喺度係這樣啲嘅，頭腦冇出油冇關係啊，髮箍戴上去哦，那頭髮全部。頭腦冇紮定，嘿，安尼就好，冇問題嘅。就會面都面咧。不過家長嘅要出現一個問題，會癢，係出油加下面後就會癢，唔知嘛？係，安尼我見到咩辦法叫？因為給他手要按鍵盤嘛，哦，鼓手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方法，給拿個綠油精，對住個頭，然後你那地方有嘅就點那邊，那地方有嘅就點那邊。你講下有呢種好處哦，可以提神醒腦，第二又可以止癢。誒，佢真嘅假使個夾上嘢模式，佢會變拉裡頭咧。唔會啦，最後應該唔會死啊，這應該是應急嘅方法啦。為到支持佢，我繼續啲就發通啊。你就真係快朋友吧？真嘅係快朋友誒，真嘅。因為佢上海去諾貝身邊，冇，讓我買這來，繼續。快朋友嘅代表就係用啲，不過家下看到係呃孫頭嘅朋友嘅。當唔好嘅習慣，觀眾朋友聽埋唔好嗬，不要做魔法陣同學，唔好按用佢。哦，接下來想問大家，你知道呢個男士都係喺有人聽數度，又係開導自家嘅質疑。我感覺神法當可能男士係做地嘅，有啲時你就會男士一下，唔係按樣充嘅，因為你做些係聽佢咧，有輕度嘅壓力，嗰時候咧係你神法當可能會輕三萬就會聽佢，係冇？唔講咧，我嘅男士咧有聽數度我用辦公，因為像按部頭嘅我都是動搖嘅，唔講我要想嚇啦，我去食東西，我要衝牙齒一半，我當男士我就唔會食東西。我老冇溝用誒，我係嚇食飽誒，唔講我係男士哦，估上嚟就出隻水幕。一定會吃的。物以類聚，吃是一定會吃的。辛苦馮太太的。難怪佢會有魔法陣同學。係哦。佢就會跟魔法陣。沒有，因為沆瀣一氣。我係跟魔法陣會員啊，會員冇上鬧已經有關係啊。不過白劇因為分享一個當好嘅學習嘅男士嘅方法。唔單淨係成立讀書會哦，其實連學校會美容男士嘅方式來學。哦。因為假使大家很記得嗬，喺度提起幾個後生台上講嘅書啫，哎呦，該下會，哎呦，幾講嘛嘅全唐先，哎呦，喊到該拍個後背哦，貼這個小紙鈔。你去講出來。大家冇看到哦，好啦。後來咧，我慢慢發現到嗬，為到愛增加我學校會嘅殊途哦，我發現到就係方法做啲教本大家談。然後方法係，假使係講國語哦，你是會講國語的人，你是會讓我國語往上一升，其實係變回流嘅學會咧。譬如講，冠群42係冇？冠群係42，假使係講回流，係變講冠群31。冠群，你看，假使因為講自然，你是國語往下一升，冠群冠群往下，冠的4的往下是什麼？哎，變轉起1，冠，然後群往下一升，冠群，你看是變自然嘞。所以你係本來係講回流嘅音，你往下2聲變自然；假使你係講自然嘅音，你往上2聲變回流。嗰種啊，吸煙我要學回流就會往上2聲，嘿，不是質疑，往上2聲，質疑。有嗎？有學到嗎？有學到咧嗬。做得。所以挺簡單，學校會時按用做啲上音嘅實踐啊，所以用2個方式咯，大家圈做啲變客家小王子。所以白camp就按用經驗啊，即係佢就會想辦法用最簡單嘅方式學到得到前提嘅效率。
给他一个赞赞。动赞，哎，你不能提高，果然是我们的学霸，系咪？给你讲，知道男士係好也唔係，係唔好要開動。後面會知道唔好啦，因為像我調擺設嘅時間唔好嘅才調那毛嘛吼。我說呀哈，就是調那毛髮冇空間嘅按用啊，韓國有場所的時候，好像我頭髮有點想唔出來，見來見去唔掂喎，一係搞嘅，冇一係整嘅啊，跌下來咧，冇一係假嘅啦。有當一係大家調那毛。誒，冇係真嘅，係真嘅。真嘅啊！誒，冇好好報復啦，冇出叫見來見去。係啊，春夢見到嘢，春夢見到嘢啦，正嘅。嘅，為見到你有知道嘅，男士係讓有聽收到，一係電到係害到你。男士冇讓我聽收到，可是佢有聽收到我一隻朋友，我一隻朋友。通常講朋友係係接近啲嘛？真正係朋友。其實係我知道佢當厲害嘅是佢揀男士，因為佢揀男士啊，佢做得讓佢做當多事情，佢都唔是做，比如講佢上次佢會吐佢聲音咧，除咗我哋是看學韓加埋又是聽那麼濃是從鬼。他愛看到是我知道啊，小女生總這樣用。我本幾個旅遊精啊。係好。他愛是為讓佢做了聽那麼讓佢頭紅，你看我朋友是唔是老。邊個嘅機會行才講？還有一張是係，因為要擺是水體，我看到個沙發淡薄水體，其實係唔幾行嘅蛇性，又係唔行。佢其實電機水，所以今年是冇蛇性。喺度天然嘅，佢要係咁冇去蛇性，同樣咁冇蛇性。可是咁冇還是要媽媽幫他洗澡的那個年紀，喺天然嘅咪係很會聽同，其實電機。啊！我說兩年冇蛇性嘅時候啊。兩年冇蛇性。可是媽媽記得了，然後就跟他蛇性。阿美男士就錯了。可是你看今日當男士，其實。樣偏解啊！哎呦，古時候嘅老公會撈佢聽收。哎呦，因為假使呢種男士就在買好假使，嘅朋友係紅陽印啲麼？係，很有寸哈。很有寸啊，賣到有寸哦。嘅，關鍵你係呢種男士嘅人。誒，係親男士嘅人咧，一撈你家強用。男士本人嘅係偏離，也係唔方便。應該感覺輕偏離呢，因為用埋嘢，我種水電啊，水有水冇風重，我想都是有咧，而且很外送有嘛。外送因為送過來啊，然後我很記送來，我就辛苦一下去門口。辛苦哦！幾鋪天天咧哦！真辛苦咧，然後拿出來水電面，然後去水電是告訴機啊，然後還有風蟲嘅時間啊，就係風蟲嘅時間水電祝福啊，那種。哎呀，那種清風片咧。你那種像植物人咁樣。實習要看護嘅嘛。對啊。實習咩強用啊？咩水電啊？水電。擦乾那個。乾洗澡。乾洗澡。清風片。乾洗澡啊，旅遊精哎呀，旅遊精愛送本。你看那就商業來，再拿旅遊精。還有一張充電就會我講就會水電寫個腳本啊，有時候睇什麼腳本？你睇冇？啊，咩唔算難事，呢啲係單身用數據做啲難事，係嘛？係當然沒有問題，民眾。太假了，強用。小鳳咧，唔知道男士係好，一本然好處嘛？我平復一下，一當然有好處啊。平復。你愛男士，該是因為講愛上司，愛磨合一段時間，我本本次甲變價變了嘛。唔過你變價係咪就冇人付薪水俾你？唔過我知道唔可以打送，因為我單身，我知道講，我叫衝我叫咩了樣睇咧，我就會聽，我頭先我就要耍廢一天。個頭先看到本來就變太水，啊哈，拄好根本我冇出門，我就會知道我穿到嘅。你係男士上班嘅理由係嘛？大家有知道，大家就按男士，大家去知道講，啲男士係上就有嘅，波米唔到沙飛康，然後大家上數叫嘅，本然車到來嘅你阿志。我講我係好甜嘅，因為你會看嘅你身中嘅環境係樣板型嘅，就會影響到嘛。像那些小鳳按男士，細班呀，細就看到爸爸按男士，跟我睇了咩學習就老爸爸強用咧，就會學到。唔過我感覺最重要嘅係自家嘅性格，因為像北強，我感覺係佢對自家要求真高，嗰時候佢就唔會接受到自家當男士，嗰時候最重要係佢自家嘅生活嘅習慣。愛男士咪託對象來。
吼，哎學嘅白欠一種嘅，莫學嘅，我莫講下，莫講。你敢知道嘅男士係上上嘅波米章學來嘅？係去家去吃肉上上嘅啦，因為阿爸阿妹都會做嘛吼，迄個阿妹真經佢冇去做嘅話，其實很愛做，很愛做，我就想講，你按男士愛妹冇去做，但是說呢，可能係有一些上上，不過我真嘅吃到一心吼。做唔得本嘅阿妹看到，因為他荷包也很嚴重。我傳本也沒看。你是不是你吃到咧個男士係對媽媽改變傳過來嘅？可能嘛，可能咩因為佢哋都會做好些來啦。應該講要讓李媽媽講一下哈。好啦。會見人吃到咧男士係上香係保姆一張學嘅。我知道。就算係上上保妹妹多少會有影響，直到至於講嘅可能環境做得改變一啲嘛。還係是到最大嘅，還係因為家口啦，都係家口嘅關係。還有困難，總是係。我知道一開始是冇用心好習慣。錯嗎？一開始是冇用心好習慣，我冇講李媽媽哦，哈。冇人愛切㗎，冇李媽媽啦，冇李媽媽。我唔錯，就係從細開始咧，嘅你嘅家長還有師太人就會教好你嘅好習慣。因為咧，嘅細人看到太人就像家嘅附近嘅好朋友。確定唔係你啦，嗌點唔係你，就嘅好朋友家事按樣見嘅學有樣看樣，有樣就學樣。唔過你到底係有哪啲難事嘅事情做得講，還有家事不應講，你要按難事，那就有好處嘅時間，因為有乜嘅想法咧，等下將來繼續來講了。然後帶電話叫做好朋友，之前係嗌書同嗌農菜。冇，佢同回去得做嗌朋友。喺外鄉啦，就自然學，見到人哋服務乜嘅地方，用乜嘅做唔開，做係人嗌講。講起入邊，這樣嘅水變好咧，要做啲去洗身咧。即係男士都變歐洲。該後輩，係，都要那種旅遊景嘅朋友啊，冇死心，冇死心，冇死心，要寫信咯，要寫信。反正嗰種男士都變歐洲嘅，我真是冇辦法接受。好，歡迎大家多進來你後生太上講嘅節目吼，聊下是喺問題之間吼，你都做按難事嘅時間，又不能嫌講，唔真嘅難都有存嘛。唔過你不能講到難都有存嘅時間，要想去改變嘛，係你知道，冇相關嗌出按難事冇驚嘅阿康權。你不能講過嘛，按難事。我講過難事哦，冇相關啦。因為咧，我要參加一個那個男士台飛。老年大擂台，哦，唔係男士大擂台啊。老年大擂台有個合唱單元啦，我老彭思健向下合唱。其實大部分人啊，就講說哦，講起乜嘅時間，你感覺啊，感覺真難事啊，我硬想去睡夢啦，要唱歌咩難事？因為佢唱到滿村出感覺咁辛苦咧。因為佢唱到清口咧，唔是練咧。只要演到就做得咧，看樣式。買面就好了，重點係思卷當才歌啦。重點係思卷當才歌。呢件咧，你叻上癮，行到嘅門口去拿嘅 Uber 一直都難經營。真嘅咧，我係躲唔掉那種動難事嘅嘢咧，真嘅。而且還好，冇揀難事大擂台，因為佢根本唔會比。會提名，提名，唔係啊，其實難事嘅根本唔會去比賽啊，係咪？你難事第幾名啊？唔過你係冇，係冇平行咧。你敢知道？又不如講按難事嘛？動槍要動槍冇，因為我冇話咁數啊。唔過我知道可能朋友攞嚟講，哦，你愛做啲新聞條嘅啊，我唔講。我自家知道，我係聽到好朋友嘅啦，我聽到冇響咧。阿爸阿妹妹做都好嘅示範，就係講都會群腔嘅新聞嚟去編數啊，嗰種我就完全唔是做動作嘅事。因為香港嘅男士有陣時喺香港會改啦，唔過改嚟3、4年以後，我就香港要對男嘅成法冇乜改進，冇影響。男士沒頭動好啦。因為知道男士又沒馬該送田海里嘅事情。係啊，唔會送田海里啊。又冇自然不用貨。係啊。講按你按我。就不用強送嘛嗬，不用強送成嘛。知道中央嘅好朋友嘅人真見當才哥啦。唔係我才哥嘛？唔係啊，唔係我才哥嘛？唔係啊。
人家好朋友，然后帶佢話叫做好朋友，之前喺人家樹同人家農菜。冇機動歡喜帶做我朋友。喺外鄉啦，小心以後，見我人哋風風買嘅地方，如果唔係做唔開，做係人嗌講。恭喜入面，小姐嘅水變好咧，我做啲去洗身咧。哇你啊，佢背景難知道咧，要背我記得應該當場幫阿媽教成嘅外鄉咧。他被阿媽調教班。係啊，調教班。都是從細幫阿媽有多少調整過，所以冇乜嘅本人講難事，而且我本人講難事，其實我自己會驚。係啊，是會驚性，是會就是會害怕，是會更加提醒自己做唔得難事啊。咁就對老人嘅好朋友學習。我係好朋友機哦。我冇講。難西媽媽做得用辦難事，係啊，用辦做得老成嘅兩年冇實現。係，咁咪應該學一下。所以老嘅學嘅，跟小朋友本人嫌過當難事嘛。基本而家官權有講，因為有陰影講細神，愛，我要講愛冇細神咧。哦，你才知道形容半天都冇實現係冇。那愛一冇細神係有原因的呀，因為我上次我全台灣蠻耐走，故所以上次轉來後連。視差視3日的啦，古時轉到福卡，啊可能坐啲碰電方就衰退咧。啊，我福卡有規天哦，冇細神等於做唔得去檢房，應該係冇細神做唔得上眠床。我本用係冇細神做唔得去檢房，我連熱氣都做唔得熱氣啊，就等於是說被隔離在客廳啦。哦，我最大嘅改變就係我不談啊本用嘅法，冇細神就唔可以檢房。哎，唔係，這樣好像本末倒置呢。係啊，所以基本嘅問題冇解決啊。冇啊，因為佢真件挺巧嘅啊，唔過我哋唔係難事，佢真件啲難事係乜嘢咯？像我本樣喺上班族，佢專門留嘅特休假請假來甩木啊。哎呀，當好啊！有錢唔穿啊，請假來甩木，人哋咁錯。特休咪要錢難事，我哋係做到挺巧嘅，有特休做得拿來用，本期來不用送。假嘅不用假來甩木，人哋拿錢打水漂嘅，其他人真唔錯。難怪，那有特休，我咪想嚟水木嘅，不用跪下住啊，背上住啊，來水木咪當好。如果我要高級我的，我都唔係下一位啦。下一位，冇啦，家在大家做糖度嘅時係個撇上人當難事，係切架當難事嘛。唔過唔最無法度原呢，無法度接受嘅，拄唔掉嘅係哪一種嘅難事？請大家來講一下好冇？質疑。其實大部分人看到我非常拄唔掉嘅，我嘅唔會出隻老佢講，因為就像家下飛傾講嘅，我感覺難事講配上人難事係件非常嚴重嘅事情。故說我咩冇辦法恰數配上人講嘅，故說我咩講講配上人難事順口溜係冇？因為你自己好講，你出去做演出嘅時間，都會辦清嗰啲東西啊、架拉貨啊，一項嘅非常嘅程度清太響哦，就有啲人出去辦響嘅時都唔見睇。冇看到人咧，後來你辦好咧，這樣出現說，愛聽什麼，愛聽什麼，愛聽什麼，已經辦好咧，就唔是誒，我就非常拄着愛用嘅人，因為那個愛用唔但唱係難，係有啲會冇禮貌，係冇？冇禮貌。懂㗎。真緊當到食口吼，每個都好好，先好好來，唔會半日佔定，自家先好好來，自家食就食唔啲耐去，一種人到安尼嘅偏向去散發地圖，咪真緊當到呢，真緊當定人鬧吼，嘅飛機，唔至於無法度接受，拄唔掉嘅係乜嘅難事。即係難事都變歐洲，冇該 help 係，都有那種旅遊景嘅朋友啊，冇寫信，冇寫信，冇寫信，我有寫信，我有寫信，反正嗰種難事都變歐洲嘅，我真是冇辦法接受。有一件事情，我可能我讀國小畢業到兩下，經過幾多年，嗰件事情我一直只係很難忘記。我記得抽到我順頭的那個小男生，佢真是當難事。佢有應該是發脾氣，佢咩小風？我沒有在收集啊。佢是發脾氣啦，佢開始想講，發脾氣應該會飲衛生紙啊，係咪？結果佢唔係，佢發出來飲抽屜。哦，飲到宿足下背嘅佢係飲抽屜，佢同我想講，大家冇看到，我先有看到，一樣的，結果冇咩。下檔我就個看到佢開始佢發脾氣，發出我先講，叫可能飲抽屜吧，佢唔係。裡面難事嘅係細，佢是用在是懂下午茶。唔係，佢是用在度。結果我就想講，哇，原來脾氣係做得事咯。我喺做一門，有時我喺做一門阿媽，我喺講阿
阿媽從我孫頭家早時來，然後皮時挖出來實體咧，然後阿媽聽到阿媽說：你冇學記哦。動電影會呢？係啊，我都一次兩件事情啊。忘不掉，係啊！講到男士變歐洲嘅事情哦，小鳳沒有讀過吼，係唔係？那種男士要變去親歐洲去歐喵，你就我按你看，我講細大嘅事情，唔講唔咩嗌，吼。你客廳。細大嘅我上片手加下加斯蒂沃卡啦，哈，一種坐式馬桶，細大係咪要掀蓋子，跟掀那個師傅坐一個地，我掀起來，把目標放大，安尼歐喵張看唔會跌到嘅點水。我有得人喺水柱型嘅嘅冇要緊哦，有得人喺蓮蓬頭型嘅點哦，結果要唔要掀開來啦？結果要蓮蓬頭啦，結果嘅人家喺我用師傅坐嘅地方，全部跌到一笪蓬頭。要糟蹋，係是都唔講，我出係嘅唔咩嗌東西，我一出現我就知道很動感，係啊，就很乖乖嘅，係啊，動肉笑吼，係啊，那種情景呢，動奇怪，那個男士都又蠢，係唔係？誒，對啊，而且這種會造成別人的困擾。應該按照去，按用伴走。關權來講下，你知道你最頂人鬧嘅兩個男士係嘛嘅？啊，關權 sell 都唔掉係嘛？講吧。哦，我有一個細妹朋友交個男朋友啊，哦，無條路哦，唔可以做事，佢無做事，我細妹朋友去學佢咧，哎呦，做唔得咧，沒有擔當，冇擔當，哎呦，做唔得，我一隻細來，我有擔當，動來，做細來我有擔當，我有檢討，係，我有檢討，哦，我學。做嚟學緊木卡緊人，我細妹朋友，我按用真係真男人，真男人就係按用啦。基講你一件事情，我要強幹。不過我係講吼，男士蛇來做唔得男士冇唔錯，不過蛇妹未做唔得男士哦，我最做唔得接受嘅係，因為你看吼，假使一年有365天哦，也是365年哦，卻係我也聲音吼往前走，一直拖着他走，我會甜嗎？所以我選擇。你做得簡單啊！我愛男直男都愛牛。我擇偶標準是就是係，一定愛對你嘅生命吼。愛撒網要積極，誒，唔過總係本其他人哦壓力動態。哦，嗰時你用3年條件唔強用啦。係啊。哦。你係咪係一種交往嘅時節？兩三因為肯強下，總得我一陣見肯講先，一陣肯講頭。兩三因最尾係分開啊，一聽過啊，因為生活習慣冇相關嘛。最尾像呢個質疑，對於呢個男士來講兩極化。好，我其實非常感謝男士一直唔係讓我感情親好，給男士抱抱呢就乖乖，所以幾片老記得親好就好咧。男士抱抱係嘛？唔過，咩非常感謝男士抱抱啊，有段時間咩天數我本來偷偷嘅跳一跳去，因為哎呦我嘅壓力真唔會跳太，真唔會崩塌，係冇？古歲男士抱就勞力加好，勞關權好，冇嘢哈，就好咧有什麼？誒冇錯，誒你講到兩個時態，大家即做事時就是無限期啫，當然就按無限期壓力動態，又係做事，又係搞網，又係做乜嘅，當然就動添。唔過假使有一個時間，所以本大家小可嘅電腦嚇，可以本人當好嘅機會，韓國應該沙飛可好價，應該精神嘅可好價，應該 smart 沒有講過人類其實都懂男士嘅世界係最有創意嘅，希望大家咪做一個有創意嘅人哦。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嚟觀看呢個。香港太上宮，要花太假宮，拜拜。今天沒有牌子啊？這邊呢？名片。有6朵貓。拜拜。